無論從近日嘅新盤銷情，以至二手零星短炒獲利個案，好似開始有投資者出動咁。無可否認，2025年上半年嘅樓市感覺好似比預期中樂觀。最起碼發展商冇好似舊年全面撤辣之後大幅度增續係劈價賣樓咁樣。而轉個市前開售樓花盤上會危機亦都好似暫告一段落。目前影響本港樓市，除咗受供應因素之外，仲有息口。近期都起咗少少變化㗎。美國未減息，香港先自行減息。不過所指就係拆息啊，因為觸發強方兌換保證，金管局係多次出手沽港元買美元，令到銀行體系結餘回升去到1700幾億，創出過去3年新高。同時推動港元拆息回落，當中影響供樓業主嘅1個月銀行同業拆息喺2025年嘅5月8號一度急跌去到2.09厘，回落去到2022年9月嘅水平。金管局每月公布住宅按揭統計調查結果顯示，目前本港超過90%買家都選擇拆息按揭去供樓。美國未減息，香港先自我減息啦。對於樓市有冇正面作用呢？如果以呢個減幅嚟推算啦，點講都有少少嘅。以前普羅大眾之所以會選擇拆息按揭，係因為拆息按揭設有保險線啊，封頂息率，而封頂息率亦都同而家嘅最優惠利率按揭息口係接近睇齊㗎。亦即係話銀行幫大家計算按揭息率嘅時候，結算嘅時候會先採用拆息去計算樓按息率，但如果拆息嘅息口係高過封頂水平嘅話就會用封頂息率去計算息口。總之攞個最低為主啦。以而家大型銀行嘅計劃嚟睇啦，最新拆息按揭嘅牌價係 HIBOR 加0.3厘，當拆息回落去到2.09厘嘅時候，相當於 H 按息3.39厘。如果以100萬嘅貸款去計算，月供係4430蚊。由於拆息按揭嘅息口同時都會鎖定於封頂嘅息率啊，以而家封頂息率牌價派減1.75厘去計算，現水平就係3厘5。以100萬嘅貸款去計算，每個月嘅供款就4491蚊。兩者比較之下 ，H 按息係低於封頂息率㗎，所以小市民可以用錢仔嘅息口去供樓，變相享受到減息嘅甜頭。過去2年H 按息遠高於封頂息率，所以一直都冇乜着數㗎。但隨住近日拆息大幅回落，就形成一股美國未減息，但香港已經先減息嘅效應。只係會唔會持續落去呢？前提就要睇下影響拆息嘅資金流向係點啦，屬於短期抑或係長期呢？呢一點都有待觀望。只不過從心理同埋氣氛上高嚟睇都屬於正面，亦都解釋到點解有部分投資者而家會選擇入市。不過要真正刺激到更多嘅投資者啦，相信都要睇中長期息口係升定跌，要俾佢哋感受到定存嘅威力係咪已經發揮到盡頭，先至會有更強嘅動力將資金投放去其他資產。喺聯繫匯率掛鈎之下，本港嘅息口走勢會受制於美息嘅去向。特朗普上場所發動嘅關稅戰就成為咗息口嘅最不明朗因素。因為關稅戰嘅出現，美國進口貨品價格可能會高漲，又可能會帶動到本土通脹升溫，令美國嘅息口難以短期回落。所以關稅戰嘅速度、幅度以及同其他國家最終談判嘅成果都備受市場矚目，對後續息口都有連鎖效應。美國聯儲局喺5月份議息之後宣布維持利率不變，同時警告經濟放緩同埋物價升溫嘅風險上升，亦都正正反映呢一點。所以我哋都繼續只能夠觀察落去。今日先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。如果中意睇呢個樓市短評、1、2手揀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加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要係 CLS 喺出邊你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嚟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